維持呢一個姿勢，慢慢咁樣呼氣。吸進之後，就一邊呼出空氣，一邊提高放喺頭後邊嘅手臂，將身體側向一邊。喺呼吸嘅時候，殘留喺肺部中嘅空氣容量，我哋就叫做殘氣量。如果呼吸肌肉退化，冇辦法順利咁樣收縮嘅話，喺肺部中殘留嘅空氣就會越嚟越多啦。將雙手放喺心口，呢個時候唔需要提高手踭，放鬆身體就可以啦。然後維持呢一個動作，慢慢呼氣。如果呼晒所有氣，就慢慢吸翻氣。不過喺吸氣嘅同時，要用手撳住開始膨脹嘅胸部。到吸進氣之後，就一邊回復翻本來嘅姿勢，一邊慢慢咁樣呼氣。第一種係練肋根肌同埋頸肌肉嘅運動。如果呢度變得柔軟，咁樣肺部就唔需要勉強，都有足夠嘅呼吸空間啦。維持呢一個姿勢，慢慢咁樣呼氣。吸進之後，就一邊呼出空氣，一邊提高放喺頭後邊嘅手臂，將身體側向一邊。跟住落嚟就係一邊吸氣，一邊回復翻本來嘅位置。將呢一組運動重複做5次之後，就交換手再做5次，就係練肋間肌同埋腹肌嘅運動。咁樣做就可以令我哋呼氣嘅時候更加輕鬆啦。想知更多，記得留意我 Facebook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